台南市议会一楼大厅上午不但贵宾云集，另外还佫充满真厚的册芳甲茶芳，因为农历春节将要来到，台南市议员蔡立青特别邀请书法大师张炳煌甲王时圭到现场来写春联，同时还佫摄入茶色，让现场充满茶芳甲册芳。台南真的是个好地方，然后再进到我们台南市议会看到炭墨飘香，那么大家都要来，真的是要过年的那一种气氛啊，所以心里感到非常高兴。那我想把春联跟书法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所追求的年年平安，然后树之于春联。那我们今天大家有很多人写，那我们也更希望你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写，不管你写的好不好，我想春联代表的是你一生的平安，一生的就是一年的这一个如意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现场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年比以前更好，当然是会更好。谢谢大家，谢谢议会。两位大师分别代表一南一北，加上市府甲议会代表，民政局长蒋玲煌甲议会副秘书长王建龙，四个人分别写下台南上青4个字，为活动来开笔献福。新春要到了，然后尤其呢，总统大选刚结束，那尤其我们的老市长赖清德这次在台南市开出全国最高的得票率，全国过半，那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的扩大了举办这一次写春联的活动，特别邀请到南北2位最具名的书法大师，有我们的张炳煌大师，还有我们台南市的书法界祖师爷王习圭老师，还有我们各个书法老师来为我们台南市其实是特别请他们来开笔献福，来感谢我们的市民朋友，也为我们台南市献上祝福，希望我们台湾在我们赖清德总统的主政之下国运昌隆。那我们台南市呢，跟台南市议会也一切呢顺利平安，然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所以今天这个全国大串联书法界大串联来特别为我们台南市献福，那也特别请老师写了台南上青4个字，来代表台南是最棒的一个城市，也是上盖青的一个城市哈。今天蔡立青在议会里面发起了这个送春联这个活动呢，也表示咱这个过年尽量搞过年尽量搞尤其今年是台南市的大年，就是有台湾灯会跟台南400比较重要的活动。当然非常谢谢市府，还有那个我们市议会这议员同仁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支持，还有建会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议员蔡立青表示，台南上青4个字，除了代表台南是上青的城市，伫个总统大选，台南拿下全国上悬的得票率，同时嘛预祝未来赖清德总统伫个执政时会用个国运昌隆。接续会后嘛开放民众免费来索取春联，排队的民众是客满整个议会大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